即摆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但以理书第4章19节到27节，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1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得到坚固。基督徒怎样会通坚固家己的信心？就亲像咱昨分享的，就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甲命令，也亲像耶稣伫马可福音第9章19节对门徒伊所咧讲的，伊讲这无神的世态啊，我要到伫遮来忍耐，忍到第死，将伊带来我遮。这是咧指迄个贵妇生的囡仔吼。伊也对甲伊老爸咧对话，安尼讲，耶稣对伊讲：你若会当信伫神的人，凡事拢会。囡仔老爸就即时喊讲：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赞。是啦，咱拢需要伫信心顶悬被坚固，安尼咱才会当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亲像尼布甲尼撒共款，上帝互伊做一个奇怪的梦，互伊看见将来特别发生的代志。但是较重要的时阵，就是爱劝勉伊爱悔改，顺服上帝，然后准备来领受着救恩。但以理书第4章19节到27节安尼讲着，迄阵叫做伯特沙撒的但以理，戆一时仔久，伊想到的代志，互伊真惊吓。王甲伊讲：伯特沙撒，你毋免因为迄个梦甲伊的意思心艰苦。伯特沙撒应王讲：王啊，愿即个梦实现伫怨恨你的人，应验伫你的对着。你看到迄张大樟树，伊哪来哪大樟，哪用悬甲拄天，对天边海角拢会当看到。其迄无生，果子真济，济甲有够通互所有的动物做食物。田野的走兽拢来歇伫伊的影，飞鸟拢来歇伫伊的枝。风上迄丛哪来哪大丛哪用的大樟树，就是你。你已经大佮强，你的权力已经升到天，你统治的范围已经达到地的尽头。王啊，你所看到对天降来迄个神圣的守望者，又讲，甲一丛树扯起来，甲伊毁掉，敢若着甲树头留伫地里，用铁甲人连甲伊捆踮野外青草的中间，着甲即个人放伫野外，互露水冻。互伊甲野外的走兽共款食青草，安尼经过7年久，王这个梦会发生伫我的主、我的王身上，是出伫至高者的决定。你会受赶离开人群，去到伫野外的走兽做伙伴，亲像牛食草，互露水冻，安尼经过7年。直到你承认至高的上帝伫掌管世间的国家，伊要将国赏赐啥物人，就互迄个人。管系树头着留地的命令，是要等你承认天在掌管世界，到迄时你的国就会过交互你。皇上求你接受我的苦劝，着秉公行义，离开你的罪，慈悲对待善良人，脱离你的歹所行，安尼你就会久长繁荣。歌罗西教会基督徒需要被劝勉、鼓励，
所以呢，保罗就劝勉因信心爱甲生活连结做伙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15节，保罗讲：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。照恁所受的教示，伫伊的内面定睛受起做，信心得到坚固，充满感谢，着谨慎，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甲你迷去，因为遐的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甲支配宇宙的灵，毋是根据基督，因为上帝完整神性点伫看会到的基督形体内底，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。伊的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，恁嘛已经有接受甲基督连结的决定，毋是用人的手，是通过基督决定将恁罪性肉体腾起来。对洗礼，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，搁着对洗礼，通过信，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大能，互恁嘛着甲伊做伙搁活。恁以前因为犯罪搁肉体无受割礼，已经死。毋过现在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搁活。上帝有赦免咱一切的罪过，撤销咱对咱不利，搁有法律效力的照顾，甲伊钉伫十字架顶，互伊失效。上帝有解除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的权势，互因伫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做战犯示众。基督徒必须爱互基督点伫咱内底活着，来生根，来成长，互咱的信心会当被建立、被坚固。无论拄着甚物款困难甲攻击，拢无抵到伫失去信心。因为甲基督结连，就要得到丰盛的生命，互基督的权柄帮助咱来赢过一切灵界的执政者甲掌权者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，我毋参与因的献祭，嘛毋敬拜因的生命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，你固守我应得的份额，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，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主，你是我的心指点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。伊伫我的正边，我袂动摇，所以我的心欢喜。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袂甲我放弃杀伫阴府，嘛袂互我，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阴烟深渊。你会指示我这个活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满满有欢喜；伫你的正边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求主坚定阮的心，互阮无惊风影，毋惊灵界的攻击，帮助阮伫面对困境以及灵界攻击的时阵，会通靠主得胜有余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